保羅點樣去行佢嘅生命啊？佢話 finish my course with joy，即係咩意思啊？原來啊，只要喜樂地行完我的人生，哇！我就喺神面前默想，喜樂地行完我的人生，即係話侍奉神呢，唔係苦瓜乾咁嘅面口吓，唔係揦住好辛苦吓，的確係好辛苦嘅，肉體好疲累嘅。但係當你睇到永恆嘅無盡啊，神為我哋預備嘅寶貴，係我哋眼睛未曾見過，耳朵未曾聽過，我哋嘅心都未曾想到。如果你知道呢個更寶貴嘅永恆，你就樂意甘心去投資，明白嗎？聽得清楚嗎？嗱，所以保羅佢話，只要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嘅職事，弟兄姊妹，你從神所領受嘅職事係乜嘢啊？嗱，當然話每一個都有唔同嘅工作崗位，但係喺你嘅工作崗位裏邊最主要嘅職事係乜嘢啊？係傳福音啊！神將你放喺唔同嘅領域，你接觸唔同嘅人，你所接觸嘅人，其他人冇辦法接觸，但係你唔係淨係為工作而工作，為工作而生活，為工作而養家，為工作而賺錢。嗱，呢啲都係需要，但問題就係話，只要成就耶穌基督俾我哋嘅職事透過你嘅工作，透過你嘅事業，將你旁邊嘅同工、同事、朋友帶到神嘅面前啦。嗱，呢個係我哋人生、我哋嘅生命活着嘅目的啊。而最終嘅目的就係證明神恩惠的福音。點樣去證明啊？唔係單單用口講，嗱，用口講都好重要，但係講完之後，你嘅生命唔能夠同你嘅口嘅言語配合，嗱，呢個就係有口無心，裏外不一。但係你講完之後，有你生命嘅見證，別人就另眼相看，睇得到你嘅信仰係真實嘅。嗱，所以保羅話要證明神恩惠嘅福音，佢自己經歷咗呢個嘅恩惠的福音，然後佢就傳講呢個恩惠嘅福音。